双联教会呱呱叫。大家好，我是双联教会资讯传播委员会的佳琪。新的一年即将来到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们是否有常常的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呢？感谢上帝在这一年当中赐给我们的平安、喜乐与祝福。我们资讯传播委员会邀请所有双联教会的家人们、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礼拜天还有下个礼拜天2天的主日台语礼拜过后，请大家来到我们资传会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场景这里，然后为上帝还有为我们双联教会录制一段短短的感恩和祝福的话语，大家一定要来哦，我们等你哦。